大家好，我是阿成。伫遮我有几个想法，会当互你来行白沙屯妈祖的时阵更较快乐哦。有的人可能爱做工课，较无闲，无法度对白沙屯妈祖自头行到尾，伊就会用半工的时间，也是开车骑奥多摆来看白沙屯妈祖，这嘛真好。所有愿意来看白沙屯妈祖的人，妈祖一定足慈悲，一定嘛真欢迎你来。但是咧，希望讲大家会当尽量。主要的道路让予香基卡、桥班，还佫有庙方主办单位甲警察。因为有当时啊，迄个路伤细条时阵，咱其实行伫迄边啊嘛真好。有当时啊路伤细条时阵，咱佫想要前入去看妈祖时阵，其实骑足紧，对香灯卡来讲嘛是足无方便的。伊爱行路佮爱上车，基本上咱会当开车骑奥多摆，速度拢一定比因较紧啊。所以咱来让香灯卡嘛是应该的。过来咧，咱无一定爱行贴甲白沙屯妈祖同款的道路顶面，可能一个乡镇伊有北边的外环道、南边的外环道，啊嘛有其他的道路。咱行贴别的道路，最后嘛是拢会登到妈祖，因为最后咱拢是会去北港，啊贴最后嘛是拢会登去白沙屯。啊有的朋友感觉讲，伊就想要见到妈祖的。但是爸爸妈妈行动无方便要安怎？这嘛不要紧，因为白沙屯一直拢会提遐，伊无了紧的时阵嘛欢迎拨一个时间载爸爸妈妈去白沙屯。我相信慈悲的妈祖嘛会真欢迎你来到白沙屯，将这条主要的道路让予桥班、宫庙、主宫主办单位、山边马，啊，佮有香灯卡了后，咱骑车甲开车的人速度会佮较紧。啊，有诶要提供物资的人，嘛建议你莫使用主要的道路，你会当提早到的时阵，用刹车的方式，还是讲用手关的方式到现场，免一定爱钱伫白沙屯有去的主要的道路，咱甲路让出来，大家拢佮较紧，牺牲淡薄仔家己的时间，但是互妈祖佮较有路通行，是毋是真好咧？甲车停伫白沙屯妈祖较远的所在，停伫四周围，嘛让一条路，互在地的人通出入，互大家拢有机会会当看到妈祖。慈悲的妈祖袂去气嫌讲你是全部用行的，还是行一半，还是来看看伊尔。慈悲的妈祖一定拢真照顾大家，那大家互相配合，大家拢会足欢欢喜喜。最后祝福大家平安出门，欢喜来转，提前一路上感受到慈悲的温柔。再会。台语老厝。